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27，箴言22章29节安尼讲：你有看见人温困办代志的无？伊要徛伫王的面前，无要徛伫下贱的人的面前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真做温困办代志的人，就通得到尊荣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创造宇宙万物，掌管世界历史，立你地上万类，听从世间万人的全能上帝。你无智慧、信息、甲能力，你所行的一尽美善。你将无同款的恩赐、才调、甲机会，赏赐予每一个人。伫人生的高山峡谷中间，你拢甲阮相同行。我要献上懊恼甲感谢，主啊，求你使阮温困忠心的态度，帮助阮善用时间，珍惜你所赐的恩赐甲机会。当阮感觉野难的时，求你定心坚固阮；当阮拄着困难的时，求你赐下坚定甲忍耐，互阮无紧紧放弃。愿你帮助阮，通真做温困忠实、敬畏你的人，互阮通荣耀你的名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